这里是哪里？全退了之后再去喝水，它不会呛到，它不会吐出来。那如果它真的头不会麻塞的时候，不会恶心啊，不会感觉的时候，先喝点水试看看，不会吐才能吃东西。说暂时先不要，因为它完全还没完全出来。可是要帮我注意一件事情，有没有排尿？因为家里来我放尿床，房间老公给我者做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跟左右方面都没关系。好。要帮我去厕所拿尿壶，一定要下点过去4、2泡，我都放掉了。右手边那边有个污衣室，里面有尿壶，给他拿尿壶，给他上。嘿，里面有尿壶。